大家等有够久诶。拍摄啦！第二季又过来咯。嘿，无唔对哦。马上来欢迎咱的评审长孙哥。嘿，有一句话来讲哦，马有千里之志啊，无人不能自往。意思就是讲哦，一只马要去哦千里远，但是无一个人甲控制，伊是无法度去到迄个所在。哦。啊，第二句叫做人有冲天之志啊，非运不能自通啊。意思来讲哦，咱人哦要飞去天顶。哦，你的想法你有理想。你有一个抱负，但是呢，你今仔日呢无去运用到你上好的天分，你是袂到迄个所在的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阮拢是真重要的存在。当然咯，你无徛伫遐，阮是要哪坐伫遮？哎，嘛是，你坐得真好呢吼，风吹袂倒呢。啊，搁有这位，好评，大家好，我是恩和平吼。比赛是真困难，要毋过讲笑开吼是真趣味啦。所以讲要互别人欢喜，上重要就是家己要欢喜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搁有第三位咧，伊伫倒位？伊伫倒这位位？评审厉害啊！伊是歌手出身的，但是伊的嘴袂输敢若机关枪。哎呦！来欢迎咱的苗可丽，可丽姐啊！哦，有够水，有够水啦！水干，哎呦喂，水干，你讲，哎呦！大家好，我就是恁讲，马人袂输，敢若咧唱歌的苗可丽。谁那讲话会当遮尔啊练长？要我讲实在，恁比赛3分钟，3分钟要叫我教恁讲话，谁那会当遮尔啊练长？讲实在，时间是无够的。要毋过恁若真正爱我甲恁讲，我是会当甲恁讲啦。要毋过我甲你讲，你千万袂当甲别人讲。你若要甲别人讲，我就袂要甲你讲。你若真正袂甲别人讲，我就甲你讲。要毋过我甲你讲是甲你讲，你若是真正讲闲话，我甲你讲，我就你知影。尻川到底讲是啥物款的感觉？哎呦！哎呦！阿强倒推讲啊！安尼会使无？会使会使会使恐怖，会使。我讲完了，安尼。我讲了，加多了，收哎，我会惊啦，我会惊啦。精彩，得啊，就好啊，得啊，得啊！拄只吼，可丽姐啊吼，伊安尼吼，伫咧后台的时阵，啊，咱现场有一个观众，啊，讲甲我讲，迄敢苗可丽，我讲嘿啊，啊讲哦。啊伊哪会使遮老搁遮水哈？像倒一个人讲话遮你骂咧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讲好，我起来无要骂。哦，歹势，你不要激怒我，不要骂咧吼！你今仔日水干呢？像这个年纪要60嘛，搁水干。规世人拢水干安尼呢。多谢谢谢。足水的，你来看，后顶若行伫路顶，我一定会甲问定，你讲故事啊！哎呦，你行过来咧阴风惨惨啊呢！会听就好。好啦，啊，阮吼即季吼拢有主题，今仔这集的主题呢是咱的故乡，咱的宝。我要介绍家己的故乡啊！哦，咱第一位选手就是咱的艺人，伊会使呢用一条歌，把所有的海产拢唱在内底哦。哎，这位来欢迎咱的海产。哦，伊就合作海产。嗨呀，厉害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海产呐。拄啊好，我是对台中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Talk 秀台语啦。啊，我拄啊好甲大家分享阮台中的特色。我感觉阮台中人足奇怪的，阮伫台中充满着怀疑甲无信任。是安怎讲咧？因为我甲台中人讲一件代志的时阵，伊拢会甲你先回讲，真诶也是假的。有一摆我甲我朋友开讲，我甲讲，兄弟，我昨拢无困的。伊甲我回讲，真诶也是假啊，啥拢无困。哦。因为我咧甲阮女朋友开讲啦，真诶也是假啊！是安怎会使开讲遮久啊？即摆5点啊呢，真诶也是假啊！5点啊，你头壳歹去5点，有啥物真诶也假？5点就是5点，我有女朋友，真诶代志较是假的啦。我感觉伊足奇怪的。过来，真正是台中人，我久啊，我嘛变甲台中人共款，我嘛最爱怀疑别人的。一摆阮台北的朋友来找我，伫路下看到车祸，甲我分享，海生我甲你讲哦。我拄仔看到台中啊2架车烧了，真正假啦！你看到2架车烧了哦，结果驾驶2个驾驶哦，提枪落来要冤家呢。无，这就真诶啊！台中就安尼啊，台中就有配枪，这就是正常诶。阮台中就是遮尔啊特别、遮尔啊高水诶所在。阮台中上厉害就是阮诶东泉咸椒仔酱。嘿，我讲阮食面爱配东泉咸椒仔酱，啊，阮食迄肉泡诶时阵嘛爱配东泉咸椒仔酱。阮食太阳饼的时阵，毋对，阮无食太阳饼，
太阳饼是咧骗你一寡台北爽的啦。你咧讲啥呢？靠礼貌嘞！有一届啊，阮女朋友问我讲，海产啊，我甲恁母啊落去海底，你要先救谁啊？我甲回讲，啊，我看你甲阮母啊像有东泉险就要上啊。然后阮女朋友甲我回，真正是假啦，说大家我是海产。哦，你就勇敢呢。了解勇敢的吼。讲这款小话嘛会当来阮节目。我想讲，啊，毋是拢后面练小话呀？唔是你是透个练小话哦。练水花，练翠花啦。是讲小话懵咧，唔知有过无啦？来，冰心请市长来。哦，紧张啊！哎呦，紧张啊你啊，你紧张啊！歹看面啊，歹看面啊！哎呦，这还是假啦！哎呦，那有可能啊！你是有炸太油饼来送饮料啦？点点就毛炸来，点点毛炸来，后生台北爽，台北爽，台北爽气孔。好佳哉，我是家人人，我唔是台北人。你个看法？我是感觉讲，因为海产哦，我已经捌你真久啊。我一直对伊的表演哦非常有兴趣。啊，这个人哦，足真的啦。就真的啦。因为这个社会假人足多，你看了这里真的真惨的吼，是真的啊假的？真的啦，真的。啊，你有什么意見哦？無要你講，無要你講。我來對你講。我好奇是毋是台中人迄講台語的方式較無共，迄 Q 有一個 Q 無共，無共，有一個聽起來敢若黃立行咧講台語的感覺呢？是你家己無標準，還是台中腔？真的啦，台中咱的啦，真的假啦？真的假啦？好啊，我真正有一个意見，我感覺講一開始的時陣，你講啊，即擺我甲我女朋友開講到5點，真的假啊？啊對啊，真正開講到5點，我騙你創啥？然後你拄只是，我騙你創啥？我女朋友才是假的。安尼大家就會聽無清楚，女朋友才是假的這個笑點。所以講你會當講，我有女朋友才是假的。哦，你才會互大家聽是咧講佢家己啦。是女朋友是假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我女朋友唔是假啊，我才是假啦，我唔是我是假啦。莫我講啊，伊規身軀攏是假。假。哎，我跟你講，我感覺我上有資格講，因為我都是台中人，真的假的嘛？真的。哎，台中中啊！哎，我台中人啊。去雲林講伊雲林人，去嘉義講伊嘉義人。我真正是雲林人，因為我高雄落海口去，央可能我佇台中出世，啊爸爸媽媽哦，真正當初少年的時陣就來台中咯。所以我佇台中出世，所以我感覺聽你講，我就知講，哎呀，台中的開口。台中開口。對。安尼有過安尼使啊啦吼。中意啦，厲害，讚啊，讚啊，有機會20萬啊啦！有啦，我買2包好寸啊！歡喜噶！拄只這位吼，來自咱的台中，後一位參賽者來自咱這個馬來西亞。哎呦，馬來西亞，歡迎咱威迪。大家好，我是由馬來西亞來的威迪，大家好。哇，今仔日會使來參加這個節目，真是足歡喜的。但是一定有真濟人在想講，為什麼一個外國人會使來參加台語的練喙的節目呢？較簡單的啦，因為阮外國人啊，就最介意搶台灣人的勝利甲機會啦。是啊，是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嘿。哦，若是講吼，我等下咧笑話，你若是有笑的話，恁就是你笑外國人，你知無？啊，你若是無笑，你就是你欺負外國人誒。好啦好啦，但是恁敢知影，阮夜市啊上好食是啥物物件無？什麼？是正港台灣味的卵餅呢。這是真的，這毋是假的呢，這是真的呢。因為啥物知無？足特別的，你走遍全台灣，你絕對無食過印度人煎的台式卵餅。伊個會變煎變，甲你問講，台灣的 SM spicy 捌加鹹無？加鹹無 SM spicy， 這足特別，足特別，足特別的，足特別的。因為你想講咧台灣卵餅甲印度迄個薄餅有啥無像？無像，都是像的。但是普通來就分袂出來安怎分啦。但是我甲你教講，要安怎分台式卵餅甲印度薄餅。台灣呢是較大個啦，因為咧台灣人上搞畫大餅啦。好，謝謝大家，我是威迪。哎呦喂啊！吼，伫咧
台湾人的面头真高，台湾人上到话大饼，哦，这个卡本足咸哦，spicy 啊，spicy 啦，哦，足恐怖的，我即马皮皮出。系啊，吼，流汗流清汗的吼，啊，唔知会过无，来甲看卖啊来，冰心，请市场。玫瑰啊，玫瑰，一定玫瑰。啊，袂咧啦，阿伯哦，等台区。哦，等台区啦。是啦，拄只吼，这阵吼咧听伊表演的时阵，啊，伊安尼面腔感觉怪怪，是安那哈？面悠悠。你讲我吗？嘿啊，就是你因为啊。伊足努力，咧听讲伊到底是咧讲啥？是。足斟酌啦，足努力啦，出斟酌呀。你是出选举啊？出斟酌伫咧听，因为足侪话我拢爱想起来，我才会哦，原来伊是咧讲这，比如讲伊讲两饼啊、台式啊。台式嘛，你说讲台式嘛，台式嘛，对，我听做是台式，有无人啦，台类就死有无？哎呦，台式，那这恐怖所以我就说啊，台式那是两饼哦，台式两饼，所以嘿，亲像你讲啊，印度的饼甲台湾的饼无共，毋是无像。哦，哎，你是要表达讲无共款嘛，对无？无迄像，无像，伫个福建话内底就是像。对。哦，你都是讲像吗？无像。好，哦，我来讲啦。误会啦，拢误会啦，误会啦，歹势啦。迄个位置，因为吼，你台湾待无够久，是。唔知影台湾的笑点在哪里。你著爱加大一站啊吼，你著知讲哦，原来即款滚绳笑会使滚绳笑。迄款的袂当滚的，你就唔通滚。嘿，我你分数会足低。我对你呢讲即个台语的即个开口，我是真钦佩。啊，但是呢，你后摆即个内容的选择爱搁较准的。哦，麻烦一下。谢谢，感谢你来啊，谢谢。哦，哎呦，后一位你介意啊？嘿，我介意的，因为全球先生第4名，我介意好看的啦。欢迎凯文。平均版特首何丽杰呛声，全场拍破声。但是我上介意做歹查某。我叫一个真正去甲你冤家，恁两个为着一个查甫人 ，action！ 伊讲伊会离婚呐，你是要家己走，还是你要徛你你这遮？样变数哩哒，你要去放一盘来借看来咯。而且你当作你做嘛一百小赢呀？我今日是来做裁判，唔是来跟你冤家。太歹势，歹势，真的。哎呦，哇！欢迎凯文。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台湾这吼熟悉我的人吼，拢叫我 Kevin 啦吼。无熟悉我的人吼，都叫我啥呢 ？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嗨。熟悉我的人吼，拢知影我做模特儿啦。无熟悉我的人吼，伊往叫我啥呢 ？Hello， 我拢甲因讲哦，安怎你找恁翁哦？我是伫巴西出世大汉的啦吼，啊，我会晓讲台语的原因吼，就是因为阿嬷讲的关系。阿嬷讲，感谢你教我教台语，又佮我采用遐尔大口，遐尔大张。吼，我吼巴西遐吼非常的特别。吼，咱上出名就是啥物呢？大家都嘛知影嘛，对无？毋是嘉年华就是啥物呢？烘肉啦，对无？咱烘肉，咱台巴西的烘肉吼非常的出名。你若去到巴西的烘肉店吼，迄个服务员甲你摕一大车的烘肉摕来伫你面头前，互你食。你会当啊，你紧吼食较青也会使，食较熟也会使，啊是你嘛要食迄头前的部分，就甲你切头前的部分互你食。啊，你若要食后壁的部分，你就甲讲，你就讲哦 ，no problem。做一单朋友会甲我讲 ，Kevin 啊，我真正就想要去巴西佚佗呢，啊，毋过听讲巴西非常的危险，我去敢会去用抢啊？我甲讲，当然嘛会啊，你看这个面当然要去用抢啊。你好大一个无好无？你较勇敢一个吼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今仔日来甲大家教一寡撇步，吼避免这个贼仔绝对袂对你下手。第一个撇步，你去的时阵吼，绝对要甲我准备两项拢共款，两个撇步啊，一个撇步啊有钱，一个撇步啊无钱。为什么呢？贼仔若来，
伊绝对要去检查，讲我内底敢有钱无钱啊，就是伊都掠着去随时都走啊，对无？走下去，吼，准备去上课，我就准备好我两个皮包拢伫遮，无钱的伫遮边，无钱的伫遮边，无伫遮边。系啊，查来啊，拍死钱咯，我就好，是啊，随时都走嘛，对无？我去安心去坐我的公车来付钱。来啊，到咱无钱啊！我散车人啦，我基本就无钱嘛，对无？嘿啦。第二个，查啦吼，来甲你挣来迄钱吼，伊就会藏伫无共款的所在嘛，对无？这个技术你爱学吼，以后吼保证袂让你甲你抢。若结婚了后吼，嘛保证你的翁、你的某吼袂去找着你，甲你的西囝挖出来。感谢大家，以后吼咱去把先生找我吼，来甲带恁大家来食好食的料理。保证以后你的财产嘛是保我好势。感谢。哇！那有遮活泼的人，哇，个人台语讲到遮尔啊好势，遮尔啊认真诶，紧张。紧张有可能是紧张的问题。好可爱啦，好可爱啦，唔知会过关袂？咱来甲看卖啊，来，平心，请起顶。人就好看的。哎呦喂啊！你唔是讲伊神紧张？无简单，因为这一定要感谢阿公甲阿嬷。吼，这因为你若速度放较慢呢，较有情绪，较有赞趣的吼。好，迄个气氛真好。你讲伊会晓用剑，吼，因为迄个毋是插啦是你唔知影叫插啦。偷摕。迄偷的迄叫插啦，迄叫用抢的，迄叫抢刀。抢刀哦。强盗，但是基本上。你讲一寡吼，恁阿公阿嬷真正足爽的迄个开口吼，我感觉迄个气氛真好。我感觉讲笑亏上重要的就是你要互你的笑点明显。拄则凯文用的方式就是用动作，你就安尼讲小个人动作，小个人叫我 Kevin，无小个人叫我 Hello， 安尼大家就知影讲，这就是笑点。你用动作去表现讲，这是我安排的笑点，所以讲这是真好的一个方式。我感觉凯文有用到这个方式，那是袂歹。真正你的动作，我会对你行，我会当看到你咧切白的画面，对不？对我卡上嘛，就清楚，袂歹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真正好的表演就是。你会当带着大家对你同齐行，情绪会当嘛是对你同齐行。我感觉这个表现，我感觉我真介意。感谢。3元块啊过关啊啦！恭喜！拄则子啊，甲你讲你嘛切一个后壁的吧，吼，子啊。谢，水，袂歹。来，恭喜你过关哦！感谢。哎呦，后一位美女要来啊！伫咱这个华丽客人车内底，槟榔西施张晶晶，欢迎。这个过关，看啊！过关。好处。大家好，我是晶晶，头一届来这个节目，甲大家介绍一下我家己。我平常时啊是一个 model， 嘛是一个演员，所以这代表讲咧，我平常时啊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一个无业游民。我嘛就起来讲，你较亲像阮婚姻人咧讲的西下糖，你敢知？其实我嘛唔知影西下糖到底是啥，但是应该就是无路用的意思。不过伊安尼讲，我嘛袂生气啊，因为。我感觉无路用的，也毋是干那我尔。我感觉台北人敢那拢西下糖呢。哎呦喂啊！你看，阮出门就是叫 Uber， 食饭就是叫 Uber Eat， 连阮兜巷仔口迄间咖啡厅，我拢爱叫Foodpanda送。毋过是安怎阮台北人拢叫外卖？迄当然是因为台北餐厅拢爱排队啊，无讲介好食的嘛咧排呢。还有一项代志爱甲大家讲，你若是来台北，你会免去问台北人路，因为阮出门是叫 Uber， 阮早就已经毋捌路啊。顶一届，阮去试镜，阮4个人，3个台北人拢总找无路，到底伫个啥物所在？上尾也是迄个高雄人带阮去的。我看，妈妈，我真正是想要做演员，结果行毋知路啦。多谢大家。感谢张晶晶，是演员呐。
趣味啊，使海糖伊讲会出来厉害哦，哎，但是海糖，评审唔知会互伊过关未？来，评审请起顶。两个看下一个车啊，车啊是一个歹查某飞的。是安那一个歹查某，伊无要过关呢。我道你伤水，伊看到水，伊就无欢喜。不过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啦，有当时啊讲实在，你若生了水，你讲啥我拢感觉就赞的。哦，敢讲，因为我今日是来做评审的。安怎？你是安那规个人徛起来是安怎？无啦，其实因为我真正咧听你讲的时阵，袂讲到听你讲话无爽快，也毋过我咧听你咧讲这个故事。我就有这种眼油的感觉会走出来，我会替你紧张。安尼哦。嘿，然后呢，刷落来咧，多太，你看，哎，麻烦你去遐坐一下好吧？等太久请，歹势哦，小坐一下啊。哎，专程爱讲台语，真正不离啊，就强，无简单呐，无简单。哎，安尼我会使改者，我甲你改圈好啊啦。吼，哎啦，其实感觉有当时咱要互人感觉。真有笑亏，你的话应该是袂使去讲哦，就歹讲的代。小等，我讲啦。我你讲，和你先讨论一下。哎，台语要翻，我翻袂过。出来救驾。你去外地边仔坐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的话题变做得罪真侪人。啊对啦，我的意思是安尼。你台中的啊？你搁跳翻译个？我是你的米糖呀。啊，我是你。妈嘞，阮混林人呢，阮家己人。我是你家己人，你问他啊？你甲我。伊头我讲伊台中的。因为我是认为讲吼，因为每一个人咧讲练喙花，因为上主要就是爱笑亏嘛。当然你的迄个 style， 你的风格甲选择讲用迄个风趣的方法，甲雅甲消遣。但是有时就是讲，迄个分寸爱聊好。无大多数大家人真侪人听了无爽快，你家己讲足爽快。这个案就不成立啦。这个故事你是唔要讲这个意思？对，就你意思啦。你这啊？真的有翻译。哎，有当国语要翻过就歹翻的，我无才会管。哎，但是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吼，伊正经做演员正经，伊是做直播主。伊吼一个月会当半千万点数啦。点数，我收到的钱无遮济，差不多上好的时阵，一个月当赚100万。100万差不多几个月啊，2-3个月我就无做啊，我就想要去做演员啊。不管你有爱俩讲，真正诶，行唔对路啊！你有100万，可万，能无你趁遮济咧。哎呀，有100万好赚啊！你来遮呢去用口水，是安那啦，是安那啦，你咧想啥？迄就是我敢若梦想迄个物件，不过我即马是淡薄仔嘛咧学会啊。梦想啊！你三姐啊，好药啊，伊好呀嘿。谢谢。等下来，离开，为这个安逸界离开。互你趁搁较侪钱。所以你当初是，就算讲你一个月趁100多万，但是伊心目中有一个梦想，想要去做。啊对，你的梦想是啥货？我的梦想就是做演员，我想要演戏。做一款的演员。我想要做啥物拢会当，但是我上介意做歹查某。有这个梦想，我感觉今仔日互你表演。试看卖啦。伫咧咱这个歹查某头前演歹查某，来，甲唱一个。免惊。他拄仔我咧讲话的时阵，顶有笑的，我甲恁道谢。若是遐无笑的，要甲我讲无好笑的，拜托一个。排队，大家拢要甲讲无好笑，真的就好笑啊！你想啦，哎，你来讲这排队哦，规世人都行唔对路呢。好笑无伫咧表演的时阵讲。啦。安怎啦？哎，安怎啦？小等下，卖冤家，我叫一个真正去甲你冤家。来，哎呦，下一个。开始啊！哎呦，这啊，行过这个眼神有恐怖！哎呦，这个眼神。要讲啥？恁两个为着一个查甫人，来，一个缘投来听中。为着一个查某人哦。缘投啊！哎，唔是你。缘投的啦。哈，缘投，这样对吧？拍摄。
咧叫我，互相咧叫我。不是安尼，不是，是来拢是先导的。你两个起来遮，你两个起来遮。哎，徛遮徛遮。哎，收本所阿姨这两先出。这会当回收的啦。啊，引导，引导，开门，等去啦。对啦。你徛到，你两个要为着要争夺你。我今日就解释什么？啊，你莫讲我，你就是引导的。引导尔，你就徛伫遐。人啦，人唔是雕像，人啦。人啦，引导不是引导讲的，引导。安尼你算阮翁好啊啦，阿姨小。哦，水哦。你外口的查某啦。好，你好。OK。Action！ 啊，你哪会搁伫遮啊？我想讲你已经走啊呢。啥哪会搁伫遮啊？本来想讲吼，安尼，唉，唐多就叫你莫讲话啊！你。伊讲伊会离婚呐，你是要家己走，还是你要徛伫遮？你怎知影变数哩哒？哎，刚伫，你要去放一波来借看卖咯？啊？我几岁伊几岁，有法度带我，绝对知影讲我的功夫比你较好，好无？输去。真正，莫啰嗦。真正，你当作你做嘛一百招赢哦！我今日是来做裁判，毋是来甲你冤家。拍谁？真正，输去，哎呦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无人敢甲伊抽一男性，你知道无？就快乐诶，就快乐诶，就想要互伊骂。你去做伊查某囝。哎，毋过我必须爱讲，我感觉伊足稳诶。哎，袂惊。演戏无问题啦，真正，我感觉你咧讲演戏，伊有问题是真但是安尼来争取一个机会啦，安尼老爸喏，这边吼演戏的机会吼，再小甲斟酌者吼。安尼吼，顺哥，请回到咱这个等待区吼，感谢。等下。好，后一位是咱来自这个金门的咱这一厝呢，年纪上介细汉的金门阿凯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住金门来的金门阿凯。这人大胆甲孙哥变台军刀表演，报仇的企图就明显咯。麻烦你摕一个房仔来啦，你敢就摕房啊？伊的面就是一块房啊。啊，对。哦。你哪会放手？啊哈！水哦！阮大去接着啊！水啦，报仇成功啊啦！恭喜你报仇成功啊啦！大家好，我是住金门来的金门阿凯。自细汉，阮爸都一直甲我讲一个观念，就是做人爱行为正当。我想，还是出门穿西装讲英语是。伊讲，咱金门人高粱袂使透水啉，爱啉纯的，一啉3日才会煞。我当场讲句，我才14岁呢，学堂连维他露片都袂使啉，安尼敢是金门人？我开始怀疑人心，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变成正港的金门人？我就走去问阮阿公，阮阿公起不正手机，啥甲你讲的？黑白讲，咱金门人厝内、喙内拢袂使有水，人我透早就用高粱咧木喙，连水手都用38度的。迄日我就了解两项代志：第一，高粱对咱金门人来讲是灵魂，毋是饮料；第二，超过40岁的查甫喙一支喙，愈老愈严重。头脑嘛毋知咧想啥，讲什么金门水原少，啉酒就好。来，再来讲第二步，讲糖，这种物件外面酥，内底软，吃落去真幸福，吞落去咧，都像报仇啦。拄开始食吼甜甜，后来咧，毋是搁较甜，而是卡喙齿啊啦。我就问阿妈，米条有2种版本，阿妈讲原料拢相同，主要是看你暗讲，今日敢有咧起笑无？我就讲起笑，后来阿妈就讲无啦，较含你水啊，因为因的感情足好的，感情好咧，买了金门菜刀啦。因上在最去散步，阿公行头前，阿嬷行后壁，就讲卖走啊，手咧，搁摕起金门菜刀，我想这是咧创啥？这是咧演习是毋？我就跟阿公讲，你做下金要创啥？阿公讲金门菜刀是用炮弹做的啦，会互弹着啦。有一日，你若是来金门，阮爸就会请你啉高粱，阮妈摕菜刀甲恁抬的啦。我若是抬讲堂放心。
若是恁来，就来找阿凯，做来去电讲有名声，会讲惊死人的金门佚佗，恁讲好无？无啦，是上出名的，多谢大家。嘿嘿，欢迎金门阿凯，哎呦，伊表人才今年15岁呢，吼，15岁安尼台语讲较好，才认得搁咧呢。读高中呢。哎呀，哎呦，评审头壳疼哦，到底伊会过关未来？评审，请起顶。再考啦！多谢大家。哎，啊，你才15岁尔。真是。伊咧讲台语，敢若袂输咧讲古的人呢，吼。系啊，啊，拢听无咧。啊，恁梅啊安怎讲？我讲无。啊，恁食梅咧？我咱食无。啊鱼咧鱼，咱讲鱼。哎，伊咧都，伊这其实甲海口叫做像的啦。来阮兜坐坐，拢讲来阮兜坐坐的，对无？哦，啊海口腔啦。啊，搁有啥物足特别的？啊，水果咧？咱有讲臭气啊。臭气啊！水果臭气啊！唔是，每个人听无啦，臭鱼人。无迄个臭鱼人，我讲臭气啊，就嗰啲番茄。番茄。恁的番茄拢臭气的。无。安尼是安那要买番茄？食甜呢。头毛豆。啊。伊是有些青青乌乌，啊有些有的人讲乌气啊，有的讲臭气啊。哦，臭气啊！嘿，敢若歹气的变色啊。你几号？我15号。哦。嘿。哎呀，恁爸爸妈妈那个阿母哦，还是阿爸？安母安爸。安爸。哎，伊嘛唔唔是讲叫阿公哦，叫安公哦，是唔是叫安公？真是。哦，啊安妈有来无？安妈。有安妈伫遐。哦，伫遐啦！哎呦，安妈伫遐啦！少年啦！哦，你已经足好啊！你15岁、30几岁拢坐咧啊。系啊。哎，唔敢是坐伫遐，伊是吹无路，搁坐伫遐。吹无路。莫搁讲啊，这个50几号你敢坐啊？哎，毋过有一项哦，我感觉我要甲恁甲大家分享一下。海口腔拢走出来。因为吼，唱歌有一个迄个。tempo， 这个流动，这个旋律是真水的。哈，听你咧讲话，会对你同齐喊。我感觉你讲话有这种感觉。你咧讲话迄种大细声啦，拗韵啦，哇！有人讲起不正手机，谁甲你讲的？乌白讲，咱金门人厝内、喙内拢袂使有水。人我透早就用高粱咧木喙，连水手就用38度的。感觉足水的。多谢。对，我感觉这底吼会当甲大家分享。有当时啊，你讲话的时阵，会让人听你讲话是一种享受。哦。有谈过恋爱无？哎呦，无。即马女朋友无？无啦。阿嬷头前袂当承认哦。你来甲问这事啊，干嘛嘛？就真就看伊的表情，伊是讲你有谈恋爱无？伊讲无。伊手歌呢？伊手歌在看后壁。啊，真正无，正是。恭喜你过关哦！多谢。这边请坐。在这位呢，足少年，佫足水的，哎啊，但是有一身好功夫，来欢迎咱的乐神。大家好，我是外省台北son的外省。我发现台北真正是一个四界拢是宝的所在，啊，毋过上济宝的是马路上的查甫。有一摆我打电话给阮爸爸，我等下要骑车出门哦。哈，卖啦，你卖，拜托你卖。你就是讲阮爸爸伫咧关心我，才毋是咧。伊是咧烦恼啊，骑车出门甲别人弄着，伊搁爱负责，搁爱甲人回失礼。有一摆我咧找车位时阵，看到一个查某咧骑车，伊足辛苦的哦，一台半。当我坐第三轮转来了咧，吼，伊总算哦，甲规排的车拢用倒啊！多谢大家，我是外省。哦，外省的表演哈，足够水的啦，嘿，定心请起定。哦，我就紧张的。最后是一个鱼壳啊！哎呦喂啊！你拢查呀？我拢车啊呢。哎，你安尼唔对啊！啊，你唔是看到美女拢会圈圈？啊，你咪看到美女拢会叉叉？是安那？你有鱼壳啊？是啊。因为讲实在，
我感觉伊咧表现上，你袂当讲伊无好啦。嘛袂当讲伊好。你讲足好诶嘛，无，要毋过我感觉伊诶表现整体来看，我感觉也是袂歹诶。对，虽然讲吼有一寡笑点，真正嘛是小可互人感觉是讲硬摇。对。因为咱这个所在吼，唔是真正要来遮练，等你练好来遮比赛。因为你是一个资质真好的囡仔，就是讲你有一个未来性，你若去训练，你有机会。啊，但是你睇到你的设计，比如你的动作的设计，你学倒来哇刷过，啊个位面佫刷落转来，迄刷一工刷一年，嘛还佫咧刷。对啊，你著愈搬愈远。啊，既然脚本吼无写了无改偌好势吼，啊无有即个加分的题目无？有哦。有伊有功夫，是啥物功夫？啥物？我是学跆拳道的，啊，我自细汉练到大汉，是即嘛是裁判嘛是教练。哎呦，会当表演吗？哦，迄一片足贵的嘿。我有刷木板来。帮啊！你炸房啊啦！嘿，差。要踢互冰信老师看。你要踢互冰信老师看，啊，你要叫老师摕房啊？叫老师摕房啊好啊，反正我也无顾。啊，对。啊，你要被你看，你学过无？刚刚伊不对，迄个车啊，为迄个车啊，我禁掉啊！孙哥，哎妈，话你摕一粒房啊，来啦，你敢就摕房啊？伊面就是一块房啊。啊，对。你是爱一个人，还是两个人甲你斗3工？两个人。那当然是靠得食。真系假？无啦，我记。来。啊，房啊，你对。哎，外巡加分题。哦。你哪会放手？哇哈！是哦，阮大爱去接到啊！是啦，报仇成功啊啦！恭喜你报仇成功啊啦！哎，安娜踢无破的安娜哈，踢无看诶，面试看卖。面试看卖。踢无破，爱踢就破啦。无咧，安尼。好。啊，你啊踢到伊饲车啊，迄支哦。好。我甲你讲，伊拄只吼，正手。好，来。你惊啥啦？三回啦！你啦！哎，好明，你来摕啦！你哪会惊啦？拄只无破，是你这题，你这题无破，真个手会疼啦。其实我拄只手嘛是会疼呢。哎，我坐遐了。较安全。哎呦，老师音乐。啊，你个下一届吼，哇，安尼。哇，稳哇！你咧读这叫做古水的呢？无你人工你就哪谈哪讲，我就咧刷车，哇！真的规排拢倒去，哇！我要徛，我都袂出去，安尼较古水。好，安尼咱等待一下哦，希望你再过关，谢谢。哎呦，最后一位啊，哦，咱大学的院长哦，欢迎阿泰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泰老师。我是一个新竹人哦，我来自新竹。咱新竹啊，上有名的名产，除了米粉以外，大家应该拢知影嘛，吼，都是这个工程师啊，哦。咱新竹足侪工程师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咱新竹有这个新竹科学园区，足有名的。啊，你若是要做这个工程师啊，无一定你一定爱来咱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嘛，你嘛会当去其他的这个科学园区嘛，对不？亲像这个小叮当科学园区嘛是袂歹嘛。啊，咱这个新竹啊有足侪这个工程师啊，哦，因本来赛车拢是日本车，自从因趁钱了哦，因拢换车，即嘛拢换啥车？电动车，对不？大家应该拢知影嘛，就是这个GoGoRo哦。哦，偌方便的。
比徛这个公园去上班啊，更较方便啦。徛公园是不是？啊，咱这个工程师呢，大概因的后面的车顶歹去，因拢无去修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就是要互其他这个新竹人哦，拢看袂到因的车尾灯啦，吼，足可怕。啊，我有一个学生，还未毕业进前啊，伊就买厝啊。不过大家千万唔当误会，伊唔是靠伊的老爸老母，伊完全啊是靠伊家己的这个吼阿公阿嬷，才会当这个买厝哦买厝，足够的足够的。啊，最近啊，我这个学生伊通去做这个工程师啊，是要去对咧，去这个台积电。啊，不过啊，是要去美国的台积电，伊就足烦恼的。我就甲伊讲，你当然要去啊，你若是去了哦，你就会足做这个美国时间啊嘛，吼。哦，我就今日讲到这吼，多谢大家，我是阿泰老师。哎，欢迎阿泰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拄则你这个徛公园去上班哦，阮身体去拿着痛经。哦，有够好笑的。那这好笑，伊讲敢若看到因阿伯咧。嘿啊。哎，你莫想讲我是咧讲耍笑哦，我阿伯真正就是安尼。哎，真正就是安尼。老师到底会赢还是输？来评审，请起顶。你讲到这好，是时间无够吗？还是安那？老师到底会赢还是输？来评审，请起顶。你讲到这好，是时间无够吗？还是安那？你，哎。阮去新竹海选出来上好的就是伊啊！我听无伊咧讲啥，什么叫做什么徛公园去上？为什么徛公园？徛公园的笑点新竹的这个 local 的这个。笑的啊 ，local 哦，你俩安尼讲就对。因为就在公园，新竹人拢是徛公园去上班的。哦。所以我就感觉讲，有一寡伊的笑点，我感觉我拢听无。哦。对，然后讲话规个感觉，我就感觉敢若咧上课，所以我就较无法度。哦。但是我感觉这印度真亲切，你跟阮阿叔生啊足共款的。唔系，这是我阿伯，这是阮的阿伯。你阿伯吼？阿伯。啊，其实哦，老师哦，这院长讲得袂歹，伊的点拢足准的。对哦。啊，可能跟你较无缘啦。没啦。有时阵会安尼啦。啊，但是吼，老师会使讲是多才多艺哦。真正是足恐怖的一个人，伊唔是敢若会晓教册，伊个会晓表演垃圾。垃圾。不是。表演垃圾。垃圾。垃圾。啊，你今仔日拄有阿嬷有来。还做表演一下垃圾。等一下，阿公嘛有来。阿公嘛有来。啊，即嘛唔通安尼，阿公先出去，无啦。人之哦，特别变呢，张礼拜。哦，好，请。请吼。也好。新竹人的基本就是爱食米粉，不管伊的年份，啊，拢总真有水准。啊，看到一支玻璃讲，你千万唔通黑白讲，讲什么咧，什么拢讲。讲什么咧？凊彩乱讲，啊讲，讲一个讲完，讲一个讲完汤，卤一个卤肉，卤一个卤饭，食一粒讲完，食一个鱼丸，食一个肉丸，最上丸啊！食一个卤肉，食一个牛肉，食一个鱼肉，爱台湾。好，爱台湾。这个听起来像，刚才那个教科书啦。咱学校的课本内底，这看不是人，这开始数来吧。是啦是。哦，但是伊今仔日吼，伊有学院的人，伫倒位？哦，你拉队拢无穿底裙哦。特别有4个要朴素班的学生。哦。所以老师刚才得着2个顶了。系啊，伊要去边仔坐。等台区。请坐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7位选手呢，总共有3位哦，进入咱后一集的比赛。所以咱这个评审呢，爱搁暂时离开咱的现场，去咱第2现场去讨论一下，到底这4位要选倒一位来有请。问题的问题出在讲，读册迄个身份，学生的角度，可能无遐了解咱在地真侪这个台语的故事安怎发挥，所以有较吃亏啦。我感觉讲。伊会使训练，但是
即摆咱伫比赛，咱无法度伫迄只甲训练嘛。时间无够，所以回去教一个，去洗洗。我是感觉瞬间敢若会当互伊一个机会咧。我是烦恼讲伊无法度甲这练嘴花的笑话真正掌握起来，因为我人是感觉伤软。哦。要较强的态度无够。因为我感觉阿泰老师，我感觉我真正感觉阿泰老师爱老。我现场的笑声是足满的。嘿啊。伊敢若讲小叮当看远久我咧笑死啊！迄是啥物款看家？当天书会使去啊！我感觉这招用得足深的啦。安尼就我唔好，我真听无伊讲完是咧讲啥。咱3位的评审呢，又搁转来到咱现场啊。到底这4位参赛者呢，倒一位会使笑到上尾啊？来，有请孙哥为大家公布。哎，麻烦呢，可丽，你是可恶啊，可丽。我感觉对因来讲，我个人足可恶的。哎呦，没啦。哦，也毋过，阮的决定是要互咱。要互咱张晶晶一个机会。伊家己嘛感觉讲不可思议。我嘛感觉足不可思议呢。为什么？那安尼你还好好讲者，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讲实在，因为我拄则有这个荣幸，会当甲你做距离足近的同齐演戏，因为以我演戏的一个经验。我今仔日若家己无够稳定，还是我的实力无够遐，我若拄到一个足够演戏的人，伊的眼神会互我惊到，我绝对唔敢看伊。我只要看到伊眼神，我就 NG 啊。我以前都捌安尼，比我更加高演的人，我若甲伊演戏，我会去气势去压落去。因为我带咧甲伊演的时阵，我感觉伊足稳的，伊完全无因为我这个歹查某有一点点的会惊吓。小等咧，安那。代志阁有相当的变化，代志绝对不是戆人所想遐尼简单。你要换人啊？我无咧想。今仔日要阁加留一个。哦，会使安尼？哦，安怎讲呢？我头仔去后壁甲制作人冤家。安怎讲？伊即摆已经送去病院啊。卖相拍啦。用讲的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来和平。啥物？阮搁要留的这个人就是阿泰老师。原因真简单啦，就是其实拄则吼，大家应该拢有听到。笑声是真济，大家是真欢喜。我真期待你甲不敌会两个人吼，老师对着老人安尼。那安尼啦，把你食个老，搁会无土豆。老师对着老张。老张对着老张。来，那伊即摆迄个后援会吼，麻烦去恁老师后壁。哦，足感动的，伊死的来，差一点我就无法度比啊吧。起来，跳一个更关舞。更冠舞，快吧！大展红图，恭喜阿泰老师，恭喜姐姐，感谢所有的参赛者，嘛感谢恁来参加阮的节目，后礼拜愈来愈精彩哦！后礼拜各位看脱秀台语，再会啦！我上烦恼的就是阿泰老师，因为伊社会地位高，佫够趁钱，佫会晓练水花，这是我上惊的选手。我感觉金门开足古水，足欢喜，咱讲伫这个场合听到讲金门来少年仔用台语练水花，足欢喜的。